大家好，呢度係被廣東人稱為萬峰之王嘅青帽山。等一下，我要爬上呢個山頂。呢個山頂嘅海拔大概有830米，企喺山頂就可以一覽無遺呢度四周嘅楓林。聽講話上面景色好靚嘅，一覽眾山小，成個喀斯特地貌，啲山峰都睇到。今日有啲凍啊！而家大概9度左右。睇到好似唔係好高咁。而家行去幾分鐘，有啲索氣啊！好多雀仔喺度。山頂最高應該830米度。呢個山地處三地嘅交界處，陽山、英德同埋清遠嘅清新。我頭先停車停喺下面度，啱先上嚟嗰啲路好細條，我啱夠過部車，經過應該有8個手踭彎度啦，啲位置回車好難。而家行緊條應該係捷徑嚟嘅，嗰邊就係條大啲嘅路行上嘅。而家行一條路，好細好窄好細條，下面就懸崖喺度。小路而家接駁返條大路啊！上面到圍欄位置。支徑係接返到嘅。據聞呢座山有求必應，因此每逢初一、15特別多人過去祈福。由於山路狹小，經常會出現塞車情況。鄉下嘅咧。差唔多上到山啦，上到頂啦，用時25分鐘。
山頂就咁大啦，冇幾多位置。这不是有凳子可以坐吗？而家開始落山啦，上山就25分鐘，落山就快啲嘅。呢座山長年累月都有人過嚟參拜，初一十五啊人多啲。白灣村出咗嚟之後，經過岩背村度，就村打籃球嗰度。農村籃球賽，呢個應該係岩背市場，老市場。咩？一個搶奪咧，50分嘅推進，一個3分失分，可惜啊，5分。頭7間。51號接球，對前外線。24秒為奈啊，可惜。幾多塊面先小朋友坐近者坐去邊緣，唔好等住隻分數嚇。好熱鬧啊！而家農村好多地方打籃球，舉行啲籃球賽。呢度就係英西嘅熱氣球營地，可以露營，
可以坐熱氣球。那我們在場啊！看氣球還用看的，夠了。可能都要幾百蚊一條票㗎。有滑翔傘。好啦，呢個視頻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